有啲咩咁吸引我去用 undertone 嘅 unfair child 呢？我做過一個比較，覺得佢同 UAD 嘅聲有70%相似，剩低嘅唔同就係 UAD 再 warm 啲，有時候會覺得太 warm。而 attack release 方面，unfair child 就有多啲嘅控制，令我可以根據唔同樂器嘅特性而做出調整。先講一講 unfair child 嘅操作，左邊開始 metering 你會見到 bypass、fill meter、gain reduction 同埋 balance。bypass 即係唔壓縮，淨係要佢嘅音色。fill meter 係解過完壓縮器之後出嚟嘅音量。gain reduction 就係減咗幾多音量。而 balance 喺呢度係裝飾嚟嘅。input gain 一樣，推得越大就會有越多音色。隔離係 threshold， 設定門檻，控制壓縮器幾時開始進行壓縮。最右係 time constant， 有6組固定嘅 attack release 同埋4組可以調節嘅 attack release。詳情擺喺留言區。除咗 mid side， 佢仲有左右聲道各自合埋同分開嘅4款壓縮模式。如果想做 mid side 或者左右聲道分開嘅壓縮，先扭去你想要嘅模式，再喺左上角 link left right 嗰度撳一下，變成 off， 你就可以分開控制進行壓縮。右下角你會見到 DC threshold， 簡單嚟講，最左就係低 ratio soft knee， 最右就係高 ratio 同 hard knee。最後，如果想加強音色效果，可以喺最上邊嘅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扭到最右，加強音色。